你怎么没事吧？你不能够这么逞强的。你干嘛？你发烧了，我帮你把衣服解开，给你擦擦身子降降温呢。其实啊，只要你这座冰山抱抱我，我就立刻降温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自然界呢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定律。如果你的同伴病得很重，会拖累你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你就会把他抛弃，然后一个人走。这不行啊！春春啊，你想想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谁替你赶走那些癞蛤蟆呢？你就不能不这样油嘴滑舌吗？啊，那既然这样，春春，那我们还是走吧。这里荒山野岭这么冷，一个人女孩子晚上容易生病的。你怎么没事吧？你不能够这么逞强的。算了，今天走不了，明天再走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儿吧，好不好？这样好吗？你不怕我？滚蛋！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唉，多么好的机会！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每天戴着一个面具示人，不累吗？我呢，观察你很久了。虽然你每天都嬉皮笑脸的，油嘴滑舌，可是你心地还是蛮善良的。至少对我这个刚刚认识没有多久的人，就能够舍命相救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每天这样油嘴滑舌的？因为如果我不这样的话，你们就会更死心塌地地爱上我的。唉，你们这些做妖做仙的呀，都有好长时间可以活，而我呢，就连一个普通人的寿命都达不到。什么目标啊、梦想啊，这些东西我不是没有，只是一想到没有好长时间可以活了，我就不想努力了，还不如得过且过，图个开心。没有多少时间是可以活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要死了吗？真的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啊，我欠的情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怕某一天我就被每个某文成年友被我砍死。你去死啊你啊！亏我为你这么担心。哎，生气了？嗯？喂，真的生气了？哎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啊，谢谢你。我这个人呢，很少被人关心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还有，我也谢谢你把我对别人的关系看在眼里。我总是被人骂惯了，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事。哼，如果要不是你告诉我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。谢谢你给我一个这样好的如果我不杀你该有多好！真希望500年后，我们还能这样相依而眠。哎，哥，你2位菜，慢用。来，客官慢走啊！小二，拿酒来，我要喝酒。我看你这种情况也不适宜喝酒，不如您尝尝我们小店小。我要喝酒就喝酒，你也管我？不敢，哎呦，不敢！少废话，快去拿酒！哎，好好。连你也想欺负我？
来碗喝的。美女，美女，我这有，喝我这碗吧。美女，一个人吗？你到这来干什么？仕途险恶，北风凛冽。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想找一个栖身之所，歇息一下，洗洗身上的风尘。哟，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，可以洗去一身的风尘。好啊。姑娘，不要去！你这一去可是羊入虎口。谁是羊，谁是虎，还不一定呢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；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杀人了！好险，好险，还好跑得快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没命？要是让这个春三师娘帮我对付至尊宝，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春三师娘？是啊，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。那你顶着铜钱干什么？就拿下来啊？不行啊，铜钱落地，人头不保的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我听说这个春三师娘已经放弃了汉化，要血洗我们斧头帮。我觉得作为山贼，不应该坐以待毙，要主动出击。那就主动出击啊！二哥，我们叫斧头帮，为什么却用刀呢？因为刀比斧头快呀。哎，二哥，你说春三十娘为什么叫春三十娘，而不叫春13娘？因为春13娘有人叫了呀，笨蛋！哎，二哥，春30娘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吗？那当然，所以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哎，二哥，什么又是智取啊？我们把刀磨得又快又亮，又快又亮，趁着黑夜悄悄潜入，悄悄潜入，趁他睡得神魂颠倒，神魂颠倒，把他的衣服割烂。这样他就没有衣服穿了，我们就制服他了。二哥真是聪明啊！快让他喝！